接下来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锋面通过，桃园以北宜兰温度拢会下降，会比昨昏降6、7度。咱来看温度。北台湾伫今仔日日时的时温度大约是22度至24度，已经无昨遐热。新竹、苗栗、花莲、台东是有25度至29度。中南部的温度是和昨昏差不多的，会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。气象局是有继续针对嘉义、高雄、屏东发布柑仔色的灯号，民众就要设置36度以上的高温。伫雨水这方面影响北台湾，也搁有东半部，规家拢是不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。也毋过这波方面的结果较散，所以落雨时间袂遐长。也毋过呢，明仔载到后日天气变化会较大，因为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，甚至会落雷公雨。嘛要提醒乡亲，最近是一直有地动尾一直咧摇，刷落来搁要落大雨啊！山区就爱设置土石流，乡亲毋通挖进山区。